最近咧，劉曉慶姐姐咧，佢又講啦，靠自己先至係最大嘅陷阱。社會咧係過分於鼓吹女性獨立呢四個字，但係一個女人真真正正嘅成熟，佢唔係擺脫依賴，而係要學識借力共生。古語有云啦，君子勝非義也，而善假於物。意思即係話咧，識得借力先至係真本事。有好多姊妹咧，明明係手執王牌啦，要樣有樣，要才華有才華，偏偏佢就中咗獨立女性嘅。同大家分享一個真人真事啦。就前嗰幾日咧，有個 friend 突然之間咧就急 call 我啦。想問我借錢，佢屋企人咧就等住入院做手術咁。我明明記得咧，佢好優秀嘅，係一個港大碩士畢業生，成個人咧就好似啲職場版嘅王祖賢咁樣，哇，好靚女，而且咧同佢同批入職嘅同事，由得佢係最打得嘅。所以當年咧，佢老闆睇中佢夠 sharp 啦，即係啱啱參加工作冇耐咧，半年就話要升佢做項目經理。咁殊不知咧，佢係驚人話佢係靠個樣上位嘅，於是乎咧，佢就選擇咗由低做起，拒絕咗佢老闆嘅呢個橄欖枝。最後尾咧，佢老闆咧就提拔咗同組嘅另一個同事。人哋咧係識得借老闆嘅資源去上位啦、跳槽啦、加薪啦。而家佢做咗成5-6年啦，仍然都係月薪8000嘅螺絲釘。我真係覺得一個真真正正嘅叻女，你係唔需要過度嘅自憐自憫嘅，你一定要識得將手入邊嘅牌變成旺渣，先至係你嘅真本事。譬如你成日都係驚前驚後，驚俾人講閒話，咁最後咪自己蝕底。做人呢，最緊要就係拎得清資源就係籌碼，借得力先至係真真正正嘅實力派。即係可以去聽多啲劉曉慶姐姐嘅說話。你估下人生如戰場，靠單打獨鬥得咩？醒下啦！即係識得搭直升機嘅人，一早就已經喺山頂睇風景啦。所以話一個真正成熟嘅人呢，佢係唔需要去擺脫任何嘅標籤，而係善於利用自己身邊嘅資源，學識去借力共生，對自己自信啲，將自己放喺一個主體嘅位置，萬物先至為自己所用。你話？